我要生了，我要生EP 了。今天12点以后，艾拉秀3部曲的一个全新 EP 要正式上线。好开心哦！终于完成了。这阵子都没有办法睡好，然后我就会睡不着，我就会需要吞个助眠的药，对，因为我脑袋里真的都一直在动。然后办这个秀，其实常常会在过程当中就是感动到自己，或者是说，像比如说我一开始在唱练那个。我的未来不是梦的时候，有一句台词是“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”，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哽咽到一个不行这样子，因为我真的对自己很要求这样。然后其实这个秀是要带给大家开心的，但我却没有想到，却给大家那么多的感动跟疗愈这样子。没有啦，那就是媒体一个效果啦。我就知道你们喜欢这种口味啊，也没有啦。其实他还是有满足我的，还是有偶尔要施压，不是施压，偶尔要释放压力一下。静宝，因为静宝真的太可爱了，她很像天使，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孩子美好成这样，我觉得很值得再生一个。所以姐夫就好像有一点点动念，就觉得说，对啊，他真的很棒这样子。可是他又很理智，他说，先不要，还是先不要。然后后来我有时候看到，比如说我看到彩华姐，她女儿、大女儿、小女儿都那么漂亮，然后跟着她2个人好像好姐妹会一起去做很多事情，我就觉得说，我是不是应该生个女儿送给我自己？对，就是觉得她会是我的礼物这样，我就动了这个念头这样，所以就偶尔会稍微。催眠一下你们姐夫的。之前在筹备要生了。谁？你呀？没有啦，我都还没有动静，怎么生？你们3个是不坎坷了。还没啦。对啊。啊，对，要生一个 EP 啊！哎呦，谢谢你，要生了，对。对，要生。我要生了啊！这个又变成片头啊！我要生了，我要生EP 了。今天12点以后。艾拉秀3部曲的一个全新 EP 要正式上线，里面会有4首歌，有阿卡艾拉，人生不能没有副歌，人生不能没副歌，还有娱乐无限公司以及晚安曲，对，然后晚安歌，对，然后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收藏这个 EP，然后也收藏艾拉秀的回忆。